今年已經係大8年咗，佢係屋企裏嘅狗老大。佢大概好早就睇透狗生啦，每日就係一副天冧落嚟當被冚嘅樣啊！每次叫佢時，心情好呢就睇你一眼啊，如果心情麻麻呢，你就係佢嘅背景音。偶然好高興嗰時呢，就會走過嚟身邊，最鍾意就係挨身挨細。但當你俾佢食嘢時呢，佢從來都唔會急㗎，唔爭又唔搶喎，咪咪摸摸咁，似乎喺度提醒緊你啊！急咩急啊？日子仲大把，一條芝士崩佢可以啊，消磨佢成日嘅時間。